今日出门总算免过热雨线，天气有慢慢较稳定，也过同款真寒。平日透早上低温是10度，亦出现伫新北的石门甲桃园的杨梅。金门甲连江嘛持续发布低温的直播。甲前两天卫星温度比较起来，日热时规台湾拢好分站较调咧。今日分站有慢慢有较散，雨嘛较回。也过新北基隆沿海甲台北市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雨。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打出这个落雨预报图，各地水汽明显有较减少，因为今年敢若一天无落雨的，基隆民众讲，基隆人表示无雨甲阮无关系，基隆真正无感觉。到底基隆什么时阵才会当看到日头？那到了228连假，也就是我们的26号到28号这一段期间呢，其实整体的天气上来讲，比较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，就是受到一小股的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因此整体的各地天气呢，在气温的感受上面都是比较偏向舒适至温暖的。28连假要到啊，26、27北部东半部地区共款有一寡南山雨，也过雨无遐大。28水汽就会散，中南部地区3天拢是一分到好天的天气。落雨落到人真正强要生高啊，会使趁这个机会好好出去行行咧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